据称，有一名在东突厥斯坦达坂城集中营任职的哈萨克安保人员写的一封信，在此引起了公众对维吾尔妇女在集中营受到骚扰的关注。笔名为贝里克的保安在信中表示，他在2018年底受雇到达坂城集中营，在摄像监控办公室工作，因为他有一些经验。他说，这个办公室有桌子，一个用餐，另一个用于骚扰被拘留的维吾尔族女孩。食堂的所有桌子都是塑料的，当局害怕被拘留者伤害自己。有一次，一名被拘留者试图伤害自己，但他失败了，但最后他被送往医院。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以反恐名义下对维吾尔人实施镇压和同化政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土耳其副外长额纳尔时表示，希望土耳其以实际行动支持中方打击所谓东土恐怖势力，维护好两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大局。额纳尔表示，土耳其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的努力，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席卡拉卡什在一份声明中对此表示批评。他说，土耳其共和国已接受了中国政府共同镇压维吾尔突厥人的要求，在这他从深处伤害了我们。相反，东突厥斯坦人民不是恐怖分子，而是中国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今天他在世界上已为人所知。与此同时，许多国家都表现出对中国的反应。中国及其追随者的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当我们的妇女遭到中共公开虐待时，我们强烈谴责在中国和他的合作者。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凯文·马洛利因向中国出售美国机密文件，被判20年监禁。62岁马洛利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曾服役于美国军队，退役之后曾在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工作，期间他有接触最高机密资料的安全许可。伊朗总统鲁哈尼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任美国，我们赞成对话和逻辑，但是一方认为他会把我们拖到谈判桌上的说法是空洞的。鲁哈尼在德黑兰举行的艺术家和文化专家聚会上说，即使世界上所有的权力都反对我们也准备继续进行这样的谈判。阿诺德·施瓦辛格是史上最受欢迎的男演员之一，其健美的身材与硬汉形象吸引了无数影迷。出演《终结者》的 T800 机器人更是名垂影史。近日，施瓦辛格在南非参加一个活动时，被不明男子从身后飞踢击中背部，但施瓦辛格并未受伤。71岁的施瓦辛格随后在推特发文说，感谢大家的关心，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还以为自己只是被群众推挤，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跟大家一样，在观看视频后我才知道自己被踢了一脚，我很高兴那个蠢蛋并未打断我的 Snapchat。